好多姊妹話毛坯定製水好深，咁蓮姨今日就同你哋傾一下呢個問題。其實一般嘅毛坯如果有紋裂或者瑕疵嘅，我都會加工出嚟，因為經過專業嘅操作之後可以避瑕。另外就係有漲幅空間嘅，都可以直接做成成品，令手鐲嘅價值發揮到最大。如果係以毛坯嘅形式展示俾你嘅，都係我經過篩選之後先會攞出嚟嘅，就好似我前邊呢啲白底青手鐲坯咁。嗱，我手上呢個毛坯咧夠晒種類，顏色夠晒辣啦，個白底真係雪雪白白，夠晒乾淨，一啲雜色都冇，對比強烈。雖然係毛坯，諗住拋光起貨之後，發光會更加耀眼，綠光會更加辣。如果係識睇毛坯，買毛坯確實係更加有性價比，但係姊妹們擔心都係正常噶。所以無論係買毛坯定係手鐲，我哋一定要揾到靠譜嘅人，唔俾人哋呃你。我而家就揀一條出嚟俾你哋睇睇起貨效果。誰能代拋光後顏色更加鮮豔濃郁，綠得夠陽夠正，喺白光嘅襯托下，簡直係視覺嘅盛宴。呢種經典嘅雪白拿綠真係霸氣又保值。蓮姨呢度無論係成品手鐲定係毛坯都有。如果你哋對翡翠手鐲感興趣嘅，可以留個圈口俾蓮姨啦。